今期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公底房嘅屋苑朗斯新城，佢一期總共13棟樓，共1470戶，現已全部交付，而且樓下嘅香港專線以及港珠澳口岸直通車正式開通咗，可以直達太子同荃灣。呢個89方南向精裝3房2廳2衛，戶型方正通透，動靜分區分明，而且發展商抵工程款係一手交易，即買即辦證，無需等待。首先交樓標準配備智能門鎖，安全便捷，一入門入戶玄關預留超大鞋櫃空間，收納無憂。客廳為餐客一體設計，約20平方米闊綽空間，家庭聚餐、朋友歡聚，自由切換優雅生活場景。廚房動線流暢，廚房3件套齊備，搭配獨立生活陽台，實現雙陽台設計，生活電器以及物品做到洗晒一步到位。再行過嚟睇下呢個約3.3米闊觀景陽台，可以望到對面嘅二期，一望無際嘅視野，完全冇任何遮擋。過嚟再睇下生活區，首先係次臥中規中矩，清風與陽光自由穿梭，為生活注入清新活力。跟住就係衛生間，乾濕分離，淋浴間以及馬桶一應俱全。然後就係呢個贈送一半面積嘅靈活空間，現已改造為多功能客房，雙面採光窗，通風採光絕佳。最後就係主人房，獨立主衛，私隱度滿分，主臥開間約3.6米。南向採光全日在線，搭配270度飄窗，專享品質生活。呢套89方嘅公底款單位現樓直降，68萬搶精緻裝修3房，中間樓層南向無套路，全網僅此一間。最重要嘅係現樓即買即辦證，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後台私訊我哋。